自2024年8月13日，每日圣安公读经。你爱我，赐你什么？圣经历代志下卷第1章第1节到17节。大卫的囝所罗门坚固伊对以色列的统治，上主伊的上帝甲伊同在，予伊受尊做大。所罗门调集以色列众人，就是管1000人甲管100人的军官、审判官，以及全以色列的领袖甲族长，带因去基遍的山头坛，伫遐有上帝的会幕，是上主的仆人摩西伫旷野所做的。迄时，大卫经将上帝的约柜对基列亚林带来耶路撒冷，放伫伊为着约柜搭的布边。毋过，互尼的孙乌利的囝比撒列所造的铜坛，还伫基遍上主的会幕前，所罗门甲会众伫遐求问上主。所罗门伫会幕前敬拜上主，伫铜坛献1000只精生做烧化祭。迄暝，上帝对所罗门显现，甲伊讲：“你爱我，赐你什么，通对我求？”所罗门对上帝讲：“你要施大恩，互我的老爸大卫，搁互我续接伊做王。主上帝，但求你实现你对我的老爸大卫的应允，因为你设立我做即个人民的王，因亲像地上的土沙遐多。但求你赐我智慧聪明，互我通领导即个国家，治理遮的人民。若毋是安尼，啥人会当治理你遮多的人民？”上帝对所罗门讲：“既然你的心意是安尼，无求钱财、富足、尊荣，甲消灭对敌的性命，嘛无求长岁寿，只有求智慧聪明，通治理我的人民，就是你受设立做王治理的人民。所以，我要赐你智慧聪明。嘛要赐你钱财、富足、尊荣，超过你以前的列王。伫你以后，嘛袂有人亲像你安尼。”所罗门对基遍山头坛的会幕倒来耶路撒冷，做王治理以色列。所罗门王有建立军队，战车1400台。马兵12000名，甲因安置伫遐个趸战车的城，甲耶路撒冷王遐。王统治期间，耶路撒冷的金银亲像石头遐多，片香茶亲像山坡的酸菜树遐多。所罗门的马拢对埃及甲科威进口，是王的生理人对科威照市价买来。对埃及进口的战车，逐台大约7公斤的银，战马逐只大约2公斤的银。所罗门的生理人嘛经手，将这个出口卖互赫人甲叙利亚人遐个王。你爱我，赐你什么？所罗门王伫国势强盛、国位坚固，搁得到全民支持的时，清楚知影是上帝立伊做王。所罗门看重伊甲上帝的关系，因为安尼招致以色列的政府首长、家族族长和人民做伙前往基遍的敬拜场所，
伫圣幕前敬拜上帝。就伫当日暗时，上帝向所罗门显现，问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：你爱我赐你甚物？确实，咱每一个外在的行为，拢有一个内在的动机。若是上帝知影咱上深的渴望，搁爱咱省察家己的内心。伫约翰福音第1章有关耶稣初次选召门徒的记述中，写着施洗约翰和2个门徒看见耶稣经过，就讲看上帝的羊羔。2位门徒就跟对耶稣。当耶稣看见因，就问讲：恁想要爱甚物？一个人所想要爱的，往往显出伊所信的。什物是你想要爱？这是一个尖来插耳的问题，因为咱这个人拄好是咱所渴望的集合体。生做一个人，咱无可能什物拢无想要爱，人人拢有想要爱的人事物。重点是咱想要爱甚物。咱会穷尽一生追求甚物？换句话来讲，咱伫生活中所追求的，往往毋是脑中所知、所信、所思的事物，反倒是咱内心所想要爱，拄好是遐个咱所渴望、所要求的人事物，形塑咱诚做一个安怎的人。一个人内心真正渴望的事物，会诚做伊生活的导向。那安尼，咱到底想要爱甚物呢？主耶稣教导门徒安尼祈祷：愿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。对伫祈求，主耶稣的教导是：着先追求伊的主权，甲伊的旨意实现，这物件就会拢煞互恁。马太福音第6章33节。那安尼，使徒保罗想要爱甚物？伊讲：亲爱的朋友，阮所做拢是要互恁得到造就。哥林多后书12章19节。亲爱的朋友，假使你必须回答即个问题，你的答案是甚物呢？天国是人对渴望的最高表达，迄是人所会当想到上美善的极致。使用“国”这个字，表示迄毋仅是个人所渴想的乐园，搁较是一个社会群体所期待的愿景。咱无法度永远伫一个人的时自满自足。当咱受吸引朝向美善的极致前进的时，咱所想要爱的会诚做咱生命的轴心，互咱继续渴望。到伫时才会停止咧。厄古斯丁讲甲真好，你做阮是为着你，阮的心若无安歇伫你的怀中，就袂得到安宁。意思是，咱会一直渴望，一直想要爱，直到咱找到上帝。默想，当上帝问你爱我赐你甚物的时，我的答案会是甚物？当上帝问你爱我赐你甚物，我的答案会是甚物？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互我诚实看见家己内心真正想要爱，毋是虚伪，掠你做外在的包装，反倒是真正甲你连结，专心注目仰望你。愿圣神安慰引带我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使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